騷動音樂，騷動鄭俊弘最新專輯《當狗愛上貓》。來不及再瘋癲過，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分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於苦惱去不可。請你嘅嘉賓咧就係鄭俊弘嘅，你好啊 ，Hi Eric， 又出咗一張新嘅專輯啦，係啦，當狗愛上貓，係啊，係咪因為呢首歌嗰陣時個成績幾好，佢又不如攞佢嚟做埋呢一個大碟嘅 title 咧？嗰陣時係就係啱啱完咗演唱會之後，係咁就係未 plug 呢首歌嘅，係咁就喺演唱會唱又發覺嗰現場個反應又幾好，咁唱完又收到好多嘅 feedback，係。就都 OK 嘅，咁就好似打咗個強心針咯，即係對呢首歌有多啲信心啦，咁就決定就 plug 呢首歌，就呢首歌係主打。哦，咁然之後就不如就順便就攞埋佢，既然個反應咁好啦，做埋呢張大碟嘅名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因為本嚟叫做 The Red Album 嘅，係因為 The Red Concert 因為你成個都係紅色咁樣，今次呢個係好可憐啊，係絕對係啊，可以買去拜年㗎，成封利是咁啊！但係你冇諗佢堅持係叫做 The Red 咩？嗰陣時其實 The Red Album 咁樣。而家都係 AKA The Red， 即係大家都係 The Red Album 嘅，但係當狗愛上貓係個主打啦，個主 plug 啦。OK， 今次呢張碟係你只會點形容呢一張嘅專輯咧？我其實係唔一樣嘅鄭俊弘，係新有另外一面嘅鄭俊弘喺度，因為有好多有幾首唔同嘅歌啦，咁就好代表到我嘅，同埋都係一個新嘗試嚟嘅，同埋我覺得呢隻碟比上一隻碟嘅唱歌把聲啊，都有啲唔同嘅，即係要細心啲去聽，或者戴住 headphone 啊嗰啲去細 delve 一 delve 下先。係因為係當中會有自己嘅創作啊，或者係咪因為有啲係新嘅合作嘅單位咧？全部都合作過嘅，係所有監製都咁啊，係有自己嘅創作喺度咯，係最新拍咗嗰首炮火啦，係啊，終於有自己嘅足跡喺度啦，咁其實個意義係十分之大嘅，所以就希望大家會認為呢一種就係阿 Fred 一個 stamp 咯，一個 style 喺度。嗱，炮火你自己寫嘅，係幾時寫嘅作品嚟？我想知道。又唔會話好耐之前嘅，咁即係叫做半年多啲咯，係咯，半年多啲咯。嗰陣時係一個你知道，我要擺一首歌落呢張碟，又唔係嘅喎，咁我要寫定係。嗱，我知道我想有一呢首歌喺新碟度嘅，咁就都有寫好幾首歌，我俾咗成差唔多7首歌翻公司咁俾佢哋揀。但係寫呢首歌嗰陣咧，我冇話一定要我一定要今日要寫歌啊嗰啲，我就係坐喺屋企攞一支吉他，冇咩目的去做啲咩嘅，就開始彈啦彈。咦，冇砌咗呢幾個 chord一齊咁，我覺得幾得意，咁我開始就咁我開始有一個 verse 出嚟，咁我好順咁就去咗一個 pre-chorus， 咁我去咗一個 chorus， 咁啊再又寫多個 bridge 啊，之後又去翻另外個 chorus 咁樣，咁成個 demo 佢係原本係5分幾鐘，咁但係公司揀咗呢首歌之後，咁就要慢慢 cut 啦，好多嘢。佢話：哇，你5分幾唔得喎，而家你要 cut 好多嘢喎。咁啊 cut 咗啲，咁而家就變咗而家個版本嘅炮火。你自己咧寫完呢首歌咧，你有冇係有一啲歌詞咧哼咗落去，或者你覺得呢首歌都幾啱我邊一種嘅故事，講緊你邊個時間？其實歌詞就冇嘅，都係單先嘅啫。但係 concept 係有嘅，concept 係想我知道個編曲會係點嘅啦，即係我有我自己嘅想法。個編曲我又想一去到 chorus 就噔 heavy 啲嘅 pop rock 咯。咁啊個 theme 就想係一個 positive 嘅，一個勵志嘅歌，喺度鼓勵人嘅歌嘅。咁因為我覺得有個咁 heavy 一個 backbeat 喺度，你再唱一啲有意義嘅歌詞喺度，會能夠打動到人哋嘅心咯，即係我相信係咁樣。咁呢個係我初嘅 concept。OK， 咁所以然之後因為邀請咗張美賢幫你填詞，係啊，咁係有冇同佢講過？我想我個感覺係咁樣噶啦，我想寫啲係好正面嘅，鼓勵到人嘅，嘅一啲嘢咁樣。咁梗係冇啦，係。不過佢又 feel 到，佢又冇乜，因為我又真係冇同佢講嘅。咁我真係
想睇下佢聽到呢個旋律，佢自己會有啲咩感覺，會啟發到啲乜嘢。咁佢就諗起有炮火呢個 theme 喺度，即係有誤會啊，嗌交啊，鬥嘴啊，咁猶如開火啊、炮火咁樣咯。係，但係嗰陣時冇諗過，其實你本身有個 idea 啦嘛，即係你覺得係襯邊類嘢，咁不如試下同喂，其實我係咁諗住咧，成個曲就係咁啦。我覺得內容咧，我就想係咁樣嘅，可唔可以揾填詞嗰個人，我哋可以溝通下？冇啊，就專登係冇，因為我又唔想豁限咗阿 Sandy 佢想做咩，我真係好期待。咦，我嘅 concept 係咁啫，即係我寫呢個 melody，我有咁嘅諗法啫。我唔知道另外一個人聽會唔會 get 到我嘅心意咧，定可能係完全唔同嘅咧？咁係佢 get up 咗 with 炮火呢個 concept， 我覺得原來兩個人聽同一樣嘢係有兩個咁唔同嘅效果喺度，所以幾得意。但係如果因為自己寫咧，會唔會係更加可以表達到你自己？因為你最熟自己個 range 你個聲啊，係。變咗呢首歌嘅時候，會唔會係更加手到拿來一啲㗎？會㗎，因為你寫嗰陣 OK， 可能有個 basic melody 喺度。咁依可能太高音喎，咁我自己咪可以轉 key，咁 OK 又轉呢個 key 嘛，即係就翻自己，咁啊知道我可以去到幾盡，同埋尤其是錄音嗰度，我又唔使花太多時間去揾一把聲，因為我已經好清晰知道我想點演繹呢首歌，所以錄嗰陣都好順利。孤單很赤裸，無淚哭泣都有歌，描畫灰色這感受是如何？如果前路寬敞不會阻，如夢初醒不再多，來面對這最壞的好結果。來不及在瘋癲過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分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與苦惱去不可。當遺憾堆積得太多，難道必須給戰火，來絕了這最後一節談過？這段格必須一方將困局衝破，反覆的折磨，情願離座，從頭找到自己來尋覓快樂，來不及再瘋癲過炸開衝天的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彼此相見最初，分差太多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又浪費力氣與苦惱去不可。來不及再燒起過已經吹熄的愛火，來不及再安撫我，然後又再傷害我，揣測太多，誰明白我都難過，會話錯，沉默錯，懷念錯，來不及再瘋癲過，放低雙方手裏炮火，來不及到底轉播那天分手都覺痛楚，關起耳朵，轉身可以跨過，別
又讓你任性再一次去扮傻，來不及再欣賞我理想，追趕心裏有火，來不及再解釋過，時日沒有變改我傷口結疤，猶如沒有執迷過，其實我還是我，還是我。騷動音樂，騷動鄭俊弘最新專輯《當狗愛上貓》。你頭先你話呢張碟係一個新嘅一面嘅鄭俊弘俾大家睇到。其中呢一個，如果關於呢首歌嘅話，就係因為你自己寫嘅，就係嗰個新嘅一個感覺俾。有另外一首歌我都覺得，我係未試過有呢個類型嘅歌，就係 Eric Kwok 嘅作品叫《驚》。驚呢首係我一睇歌名咧，好驚嘅。一睇歌名我會即刻想聽嘅歌嚟嘅。因為你會唱情歌，大家聽過啦。咁然後你會唱一啲 rock 啲嘅，知道啦。咁譬如炮火呢啲呢類感覺，你大家都估到你應該會係應該係點樣樣嘅。但係驚我開頭就諗會唔會係玩嘢啲嘅咧咁樣樣。咁我因為嗰陣時未睇過 credit 嘅，咁然之後我就跳咗去嗰 track 度聽下，驚有幾驚咧咁樣。幾有型嘅喎，呢一首係成隻碟入邊，我幾喜歡呢一首歌，我都好中意呢一首。同埋因為知道錄第二隻碟，我真係好想再同 Eric 合作嘅，因為第一隻碟佢又寫咗無名氏，咁我一揾佢咧，佢就答應啦，應承啦，OK，一定要再合作。咁但係佢又講咗一句，佢就話我想改變樂壇。佢同你講，我想改變樂壇。我唔想再寫咁多 ballad 啊、慢歌啊，因為大家都係即係最熟悉幸福摩天輪，即係類似嗰方面嘅 Eric Kwok。我想寫多啲有 character 嘅嘢，多啲 upbeat 啲嘅歌。咁你介唔介意啊？我梗係唔介意啦！你咁大使命感，你想改變樂壇喎？咁即係你侵我玩，我可以做其中一份嘅革命者咁。咁佢係 send 咗啲歌咁大家聽。咁佢有一啲歌話真係你諗唔到係 Eric Kwok 寫出嚟嘅，有啲好 heavy 嘅，係 rock 到要 rock band 寫嘅，有啲好 funk 嘅，好個 groove 好重嘅，佢越嚟越 groove 好重。咁但係又揀咗驚呢首歌，咁呢首歌呢個係佢揀你定係你兩個所謂？喂，呢首真係 O K。我哋係成公司一齊揀，同埋韋景文啊、Joseph 監製嗰啲，大家坐喺度咁就呢首歌覺得 O K， 即係可以一試去挑戰，因為我未試過呢一類型嘅，即係雖然係 rock，或者 pop rock 我都唱慣，但係呢首歌個空間感係好多嘅，比較好黑暗嘅，有啲 dark 嘅呢首歌咁。即係你聽翻炮火我寫嗰啲火，我啲歌都係噔，好 straightforward，一去就去，再去咁。但係驚呢首歌你係好飄啊，有啲迷迷地，空間感好大，所以我錄呢首歌係非常之艱難嘅。咁 Eric 都話好，佢都好驚訝點解我哋會揀呢一首歌，因為佢都話係難嘅呢首歌。OK， 難度喺邊度咧？即係佢攞個感覺，佢攞嗰個黑暗啲、嗰個嘲笑自己個感覺。點樣演繹出嚟？點樣用把聲去唱出嚟？所以我唱咗好耐。大家都拗頭嘅 Eric 都喺度，喺度摸緊自己條鬚啊！原來改變樂壇咁難嘅，點算咧？佢都喺度，我都見到佢好惆悵。但佢點解你咧？即係如果作為一個監製，因為你就摸索緊啦，咁佢亦都同時會同你一齊去諗緊點樣令到你可以表達得更加好噶嘛？佢就用咗好多方法，但係我哋錄咗好耐之後，佢話：阿 Fred 你唔好唱啊，唔好唱，你唔好當呢啲係字，你唔好用把聲去唱，你當你自己把聲係一支吉他。咁你話你聽住個音樂底，個音樂底要震震震震震震。OK， 你當你把聲就係噔噔噔噔噔噔。咁你用呢個感覺唱啦。一把食糖會報廢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咁依個 OK 喎，之後又 get 到嗰個感覺啦。咁就 OK， 咁咪就攞咗呢一個方向當自己嘅吉他，唔好
唱歌你唔好加咁 dynamic 啊，大家要好靚咁唱呢首歌，唔好你當你自己係一支吉他爛聲嘅吉他，有 distortion 嘅吉他咁樣 approach 咯。哦，你係咁樣，你會明白多啲。係啦，即係你幻想自己係樂器。係啦，即係你唔係聽個古仔，你諗下你自己最驚嗰次。係啊，係啦，反而係咁樣我先 get 到。滑水驚我們餘力，怕食堂會報廢，蛋糕都擔心進食，怕被群眾負評，願輸給網民襲擊，害怕到看敵，磁場永遠也負極，你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子歌。辦公室逼出壓力，怕地球跌下來，幻想得叫人窒息。鬧市太熱鬧，人潮裏你要避席，你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子歌，纏着你，怕熱比，更怕綁匪。還害怕有驚喜，只好等死。驚呼吸，驚依玻璃衝擊，驚經濟會爆破，奮鬥並沒動力。驚飛機，天空消息匿跡，驚都市爆炸，世界愛動用暴力。驚一天漸漸欠缺價值，漸漸滿腦退化，記錯藥又未服食。過2秒患下絕症，過2秒爆發戰役，泥台誰能免疫？靠定力，你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子歌，認着你，怕劫匪，更怕綁匪，活着還害怕有驚喜。出驚慄氣，嚇爆膽，當作嬉戲，活着期待怪獸總比等死可喜。騷動音樂，騷動鄭俊弘最新專輯《當狗愛上貓》。誰人得到一切仍然未足夠？誰人空了雙手，仍然在守候？不可以白頭，都想1秒擁有，別放手。可否陪伴我出走？誰人只要開口，回頭便享有？誰人只要不滿，隨時亦可沒然後。多想你逗留，心機已用透，門後不理晝夜依然看守，得你獨有。但而家你仲會唔會真係喺舞台上面會令到你有恐懼，或者你會有好大壓力定係？梗係有啦，你都唱好多噶咯，每次都有㗎，唔多唔少都有。係嚇，有時就俾自己壓力啦。嚇。即係要做到最好為止啊！咁呢啲係一定要㗎啦，即係我想唱到完美。如果走少少，我就會
成個人就出咗嚟嘅啦，咁咪就有啲唔開心嘅嗰啲啊。Okay. 每次上，尤其是演繹新歌咯，我記得早幾個禮拜上一個慈善嘅電視節目，咁係第一次唱炮火，咁攞埋支吉他上去，哇！真係好驚嘅，因為又係自己寫嘅歌，又唔知大家嘅反應又會點，又要彈吉他，又要唱歌咁。試過啦，你喺 show 嘅時候都有自己彈吉他自己唱。咁咪第一次咯，即係凡事每次係第一次唱新歌咧，係好緊張，超緊張。OK， 但係嗰次出到嚟嘅效果係都 OK 嘅，都 OK 嘅，唱錯少少啫，冇人知嘅。你唔會喺台嗰啲，哎呀，點解我頭先會咁㗎？即係你唔會覺得好執着㗎嘛？會㗎，之後，因為你 rehearsal 永遠都 OK 嘅，一放鬆啲咁嘛。你練歌成日都 OK 嘅，但我一 on air 就會有啲甩漏，成日都係。有冇試過走音咁樣？有。台下察覺到嘅，定係其實有陣時走咗少少，大家唔覺噶嘛？都覺㗎，我諗都覺㗎。試過入錯 key 添，點搞咧？嗰陣時可以咪唔唱咯？講咪即係好彩嗰個係一個唔係喺電視上嗰邊，係出去商演嘅 show 咁啊，咪同大家傾下偈啊，手入翻嚟 OK。即係呢啲，但係有一次係最超唔開心，就係喺加拿大一次慈善晚會一個表演，咁就哇翻去屋企係咪好自豪啊！大家聽我首新歌係咪？咁就冇話緊張，係興奮到咁啊！唱一首歌咁我唱過好多次冇問題啦。OK， 即係唔會諗又要幾個詞去到有一段空白咗。咁啊！平時若然唱錯都會撈翻少少，即係或者作少少嘢都要擺翻落去，或者攞第二段嘅嘢即刻呃翻入去咁樣。冇，真係空白咗成個。咁咪台下朋友冇，係你係見到我知道我係 hold 唔到我個人，即刻攞開支咪好唔開心。喺個台上面，就唱得翻嗰位就入翻。我未試過係咁，但係之後就好失落，超失落。邊首歌嗰次係忘了嗎？但係台下你冇諗住即刻嚟，即係嚟冇啊！真係冇啊！因為已經係空白到冇得去執生，已經係放棄咗，即係支咪攞去，唉，好再嚟。係咁樣 ，OK。但係嗰個 show 應該你呢首唔係唱唯一嘅歌嚟噶嘛？唔係唱咗幾隻歌嘅，幾隻係咯。咁你之後你 pick up 得到嘅，即係之後嗰啲又 OK，你唔會影響到話，哎呀，然之後就有㗎。之後唱嗰啲歌都會即係或者 music break 嗰啲位啊，嗰啲靜咗啲位，大家我都喺度，唉，即係本來好開心、好興奮翻到屋企，但係已經係俾自己即係好對自己好失望。咁而家每一次就唔好輕視啦，即係唔好話呢首歌我唱咗幾百次啦 ，OK 啦，咁我真係冇，你唔知道幾時會發生，可能即係你嘅興奮會 take over 咗你表演嗰個嘢喺度。OK。小伙子穿過鬧市，霎眼已不見，歸家中寫滿快樂日子。細聽天台訴說候鳥搬遷的故事，懷念那無眠夜晚細說的舊事。今天起不再夢見拆卸那商店，球場雨季後結多掩蓋了光線，遺留伏線卻變遷，青春偏偏膚淺，能從頭回味童年如碰見，無辦法上演。忘了嗎？高高低低早飄進生活亂流，忘了嗎？跌跌碰碰感觸已片刻難收，重回想這時候，回憶中再懷舊，能留低親愛片段，世代永不白頭，從日子中望透。
聲線，浮城掩棄舊記憶，空氣也糾纏，情懷逆轉，常太短，怎麼慨嘆仍然心酸，愉快的信仰能折斷，麻木已越行越遠，忘了嗎？高高低低早飄進生活源流，忘了嗎？跌跌碰碰感觸已片刻難收，重回想這時候成長中早斷透，回程的歲月裏留住於復原一切氣候，懷念吧偏偏空空當天已不願逗留，懷念吧進退失據今天已無用借口，曾留守與承受回憶中再懷舊，從來假使這尾段結局太短，路程亦遠總要走。呢首歌咧都係講呢啲唔開心之後你點樣 handle 咧，即係個歌名就係叫創傷後遺症。哦，朱正傑幫你係作曲同埋監製編曲嘅，填詞都係同驚一樣啦，都係林若寧嘅。係啦，呢一首如何咧？呢一首其實我好中意個旋律，係我好中意個編曲。咁佢又之後佢又編有啲激昂嘅，咁啊我好中意呢個 range 去演繹去演繹首歌啊，或者點樣去玩自己把聲嘅，咁佢中間嗰度又俾我嗌啊，我記得幾好玩嘅。但係要入去呢首歌，我哋又花咗好多時間，又唔知點樣去開始咯，因為就用咗好多唔同嘅韻聲啊，或者演繹啊，我哋 hea 啲啊，或者我哋 soft 啲啊，或者用多啲力啊，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嘅，咁但係都錄咗好耐。咁我記得豬仔就入咗嚟我嗰邊，因為我哋分開錄音，佢喺對面，佢入咗嚟，咁佢攞起電話，喂，你有冇我哋參考一首歌？你有冇聽一首歌叫做《不如不見》陳奕迅？咁大家聽之後頭沾濕無可避免，倫敦總已暖雨點，即係你聽到佢好似係講一個故仔，但係佢好打到入心。咁我哋不如就參考下呢首歌。咁我好記得我係上次去倫敦拍一個節目，我就咁啱聽呢首歌，喺電話度聽呢首歌。咁又好應景嘅，就喺度出面喺度落少少雨，咁啊聽住Eason 呢首歌。咁本來係開開心心去開工，無啦啦係好失落，好空虛個人咁啊，坐喺個車度望住個窗聽住呢首歌。咁阿豬仔俾我聽完呢一首歌之後，我就即刻帶咗我翻去倫敦嗰個感覺嗰度。即係我知啦，我明啦，我知道點做啦。咁我開始錄，咁捉到嗰個感覺。今歲月用10年來學習放下，第10年還未及接受新生活嗎？偶爾歸家，突然去錯你的家吧，還未適應你離開的變化，換過了你號碼嗎？新居中可有換舊睡床嗎？誰叫我放下？從哪裏放下？探聽到和你幸福的是他。往事未完全絕望，不安現狀，令我不能忘懷提及你的新概況。過10年後眉目再變遷，都記得對方，自然造成一個子若狂。你時間完成滔天巨
前係你將青春練作，從今以後共別人談話亦見愛，然後是投入是將愛該怎樣愛，太看不開，任誰愛上我都傷害，同樣跟你往日陰影競賽，就算我割掉腦袋，清晰的知道復合是難再，還要更豁達才會夠豁達，我只會能夠認真的離開，往事未完全絕望，不安現狀，令我不能忘懷提及你的新概況，過10年後眉目再變遷，都記得對方，自然造成一個自若網，你時間斷成滔天巨浪，被困記憶裏面遊蕩，舊事前係我將青春練作。你都有啲係每一個歌手都有啲殺食嘅招數㗎，變咗你會唔會可能放低嗰啲可能殺食嘅招數，然之後你每一次可能錄一首新嘅歌嘅時候，你就要擺啲新嘅技巧、新嘢落去，呢樣會唔會都係令到你有壓力嘅地方嚟嘅？其實就係以往唱歌就太過唱，即係好多人好多監製咁樣同我講呢。我最唔而家仲拿捏緊嘅咧就係講嘢，唱歌錄音係當係講嘢咁唱，唔係真係唱。係咁呢個我係要再拿捏多啲嘅。盡量即係因為好多歌我都盡量想係用呢個方法咧，即係創傷後遺症又係啦。嗱，西伯利亞白天的夜晚又係嘗試係用呢個 approach 去想改善自己嘅唱歌咧，即係唔想太過去演繹自己嘅 vocal。真係真心講一個故仔俾大家聽，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。難度喺邊度咧？你話因為都幾難去到。係我諗因為我唱慣，唱慣 live 啊，唱慣 rock 啊，要 express 啊，要激昂啊，放晒出去，好難話收翻嚟。咁而家就要學識要淡啲。收翻啲，即係好似做戲咁，做舞台劇個個就揮手啊，做呢啲。但係電影、電視劇嗰啲好內斂，一個 close up，你唔可以太多嘅 expression。咁我哋唱歌又係，即係好多人都會戴 headphone 聽歌，你又唔可以太 over，你一定要啱啱到位咁先耐聽。OK， 但會唔會喺 live 嘅時候都已經可以作一啲調整㗎啦？係啦，咁 live 就唔同㗎啦 ，live 就可以放啲，又可以放啲，唔使咁收埋。OK， 頭先你都提到白天的夜晚啦，點解叫西伯利亞嘅？哦，係啊，sorry，因為佢個 demo 係叫西伯利亞。因為呢首歌就係成隻碟錄咗最耐呢首歌嘅。呢首歌原本就會喺第一隻碟嗰度嘅。OK， 咁佢第一身就叫做西伯利亞。所以你頭先口快講咗第一版個名，係同埋我寫咗啲 note 叫 Siberia， 我仍然都係叫佢西伯利亞。咁但係佢之後又轉咗名，唔知咩天長地久咁樣嘅。咁但係而家就最後呢個就變咗係白天的夜晚。因為佢歌詞最尾嗰句都係離開西伯利亞，離開西伯利亞。咁本身擺喺上一張碟係因為嗰陣時未最完美，所以就唔諗住放落第一張碟。我覺得唔夠，大家都覺得唔夠。OK， 咁但係仍然 keep 住呢首歌，仍然 keep 住錄咯，即係 keep 住呢年紀，一得閒就去錄，得閒就去錄。咁我係每次錄完又聽翻上一個版本，一錄完又聽翻上一個版本。咁而家最後呢個版本，再聽翻我年幾兩年前錄嗰個版本，係真係天與地、白天的夜晚咁樣嘅分別。OK， 但係因為好多人會覺得咧，譬如歌手啦，咁就你梗係嗱，我哋嚟緊咧今年會出呢張碟嘅，咁我哋就梗係呢張碟嘅，我哋就會去錄歌啦咁樣。咁但係啲人可能會覺得上一張碟如果你未錄好嘅，你可以繼續 keep 住去錄到你 ready，即係佢哋冇諗過歌手會做呢樣嘢噶嘛。即係點解咁執着呢一首歌？你要花咗呢年幾一路都唔放低呢一首歌？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個旋律係好好嘅，即係一首好嘅歌。個編曲我係覺得好難得。張家誠編呢首歌佢好
好有畫面性，咁詞又寫得好，所以就咁啊，盡量 keep 咯。但係我嘅問題，即係我演繹得唔好，所以我好執着，仍然要繼續錄，我錄咗好多5-6次都有。OK， 每次都唔同，每次都要係辛苦嘅唱呢首歌，因為要好內斂，要幻想自己係嗰個主角，身在呢個冇人嘅地方，一片空白嘅地方，乜都冇，好空虛，即係車站一個人失去晒所有，冇愛，乜都冇嘅角色係好辛苦。咁啊，係咯，咁啊花咗好多時間去錄呢首歌。你有冇揾下其他朋友去到幫下手，或者其他可能前輩去到即係關於處理首歌嘅時候，即係點解即係有陣時咁成日棘住咁樣樣？我會去聽好多唔同嘅歌 ，OK， 即係聽第啲人類似呢個感覺嘅歌啊，佢哋會點樣去 approach 啊？係我聽其實我覺得 U2 係佢 approach 嗰啲歌，咁係佢把聲嘅質素啊，Bono 把聲，我聽好多佢嘅啲歌，我覺得佢好有說服力嘅。係佢唱啲嘢，佢又唔會話好多，但係我覺得佢一開聲，佢第一句就已經捉到我嘅心。咁我盡量我都係想第一句就想捉住聽眾嘅心，唔放，直至到最後。咁我想盡量係做到咁樣，好似 Bono。係，但係因為嗱，你都聽好多外國嘅作品長大嘅，即係譬如你可能去到分析一首外國嘅歌手或者隊樂隊，佢咁樣處理一首歌嘅時候，嗰一套要播喺香港嘅一個流行樂壇，難唔難？難㗎，真係難㗎。兩種文化嚟㗎嘛，可以話係。係啊，雖然都係音樂啫，難㗎，所以就你盡量揾一個中間點，一個平衡點咯。即係我哋廣東歌有佢嘅 style， 有個 structure 喺度嘅。咁你聽國語歌，佢哋亦都有佢嘅 structure 喺度嘅。咁係有好細微嘅唔同，但係唔同嘅。係咪？咁咧外國嘅歌，你擺即係外國嘅 groove，或者好多嘅有啲 R&B blue 擺喺廣東歌。有時會有啲夾硬嘅，但係盡量喺中間嚟攝啲咯，攝下，揾一個平衡位喺度咯。OK， 就講到相容性啦。係啊 ，OK， 因為今日呢張碟你就係有頭先講過，而家拍緊台啦，炮火就係你自己創作嘅。咁嚟緊會唔會希望可以有再多啲？今次就1首啦，咁下次可能3首啦，絕對係想5首啦，係啊，成隻啊，係啦，會都有。有啊，而家都不斷咁諗緊，下一首我想寫乜嘢，咁而家都有構思，而家都開始緊。你想係邊類 rock 就係你心目中？哇！我呢張碟放到呢一類感覺嘅 rock 嘅嘢就，OK， 咁我最中意嘅咧就係即係Jimi Hendrix 即係 blues rock 就 OK， 我想將少少呢個 idea 擺喺一首廣東歌度，我想一個 riff 行先，一首 rock 嘅 riff 行先，之後一個 guitar solo， 咁啊係咯，我就係想創造一首呢類型嘅歌。OK， 咁而家就開始再醞釀緊啦。醞釀緊係啊，諗緊咁係啦。咁即係我係諗緊，即係頭嗰4個巴或者一支4個巴照住 boom 慢慢咁入，唔知道入個 verse 啊 chorus 啊 pre-chorus， 即係我而家係收集緊好多呢啲 idea。咁我諗你除咗係作曲同埋唱之外，我諗你對於編曲啊等等嗰樣嘢，你嘅興趣都非常有 idea 嘅喺度啦。咁樣咁啊，睇下今次就係作曲同埋唱就係炮火啦。咁睇下下一次又會唔會原來編曲你又會參與啊？樂器演出啊，上一張碟或今次張碟都有試過參與。都有啫，係啦。咁啊，然之後睇下會唔會監製就自己會處理下，之後可能有一日填詞，可能有一個可能英文嘅詞係你自己唱。係啊，我有諗過㗎，係啊，可以隻碟會有英文歌啊。係啦。咁樣就再可以俾到鄭仲榮多啲嘅面貌，你嘅樂迷喺度欣賞咁樣。咁啊，今日多謝晒你出咗你最新嘅呢一張嘅專輯啊，《當狗愛上貓》，鄭仲榮嘅。Thank you。在6月飛霜下孤影隻單，回眸時風吹起更酷冷，流落漫漫大地，將思念一一拆散，無窮盡的列車可找到終站。
淚滴下映不着許多瞬間，拍了照傷不起在鏡框，人在路上絕望如何留戀這個家，其實最愛那人已不留下，何用再驚訝，歲月輪廓變得蒼白，輪迴離愁別緒之間，曾幾分停站，何用再牽掛，我已醉到你變得空泛，就算沿路萬里冰山，白天都似夜晚。淚滴下映不着許多瞬間，拍了照傷不起在鏡框，人在路上絕望如何留戀這個家，無論再愛那人也得放下，何用再驚訝，歲月輪廓變得蒼白，輪迴離愁別緒之間，曾幾分停站，何用再牽掛，我已醉到你變得空泛，就算沿路萬里冰山，白天都似夜晚。再驚訝，歲月輪廓變得蒼白，徘徊離愁別緒之間，列車中有快慢，何用再牽掛，我已醉到你變得空泛，就算沿路萬里從何去之間，離開西北，離